网进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3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国民党团雄雄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第24点钟内就收煞。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款代志，民进党的立委张透明就伫立法院。今日透早6点的时，冒发出加急动员，要确保临时会会当顺利。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伊是表示讲，国民党针对监察院的人事案一定会主动到底，所以随时拢会有新的动作。破出伫立法院天美老秀的特办相片，民进党立委兼国民党团各在占立法院，决定24点钟久摆班老秀。国民党暗时要占立法院的行动，虽然和民进党以人数优势动来，严格讲因也阁会大。接下来的临时会，我已经跟我们的党团总召书记长讲好，没完没了，随时回来。讲对监察院人事案要反对到底，严讲伫咧一阵混乱中，议员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所提出的临时会是停假议案。29日后随开临时会，表决通过监察院人事动议法案的投票，分别伫7月初10甲17进行。他们通过了议程哦，没有任何在野党的提案放得进去，他们就是这么阿法。你用攻击性的，完全毫无道理的说升级必须换掉。这个不可能接受的嘛！民进党团总召黄建明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民进党希望撤回可干的名单，时代力量主张加开公听会。不管蔡总统认为有多么的跨党派，我们目前看到确实没有跨党派；有多么的多元，我们认为很多还是酬庸性质，这些都让我们认为这20几个名单确实不宜现在就提出。那我们认为说要来面对这个广大的反对或是质疑的声浪，所以我们认为说立法院该要召开这个公听会，考监人事案的公听会。29号，立法院工作人员伫咧议场内恢复被破坏的议场设备。民进党团为了要避免再发生国民党占领议场的事件，今仔早起6点也提出加急动员，确保临时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人大常委会按算今日早起要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草案。美国的参议院顶礼拜有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要制裁支持北京索案香港自治权的人士甲企业。美国的国务院头拄嘛有发出声明，讲要停止送军事科技甲物资予香港。那昨昏，中国外交部是出面批评讲，香港自治法案根本就是无效的一张废纸，一定会反击，要停止予恶质的美国人签证。正伫咧北京审理的港版国安法草案，外界又讲第30表决了，可能随生效。香港媒体也报道一寡草案的内容。另一個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話，據佢了解，部分罪行設有最低刑期，如果最高刑期係終身監禁，估計最低刑期可能係10年。又認為設追訴期嘅機會相當低，但搜證工作可能會引用之前嘅言行嚟證明意圖。綜合香港媒體報道，草案明確規定4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加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量刑也分等級，有後悔意思，而且參加程度低，上少是判3年；參加程度較懸，刑期是5年起跳；主謀策劃者上當會當判10年到終身監禁。對香港特殊地位的改變，美國參議院25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對支持中國損害香港自治的個人、企業及機構實施經濟制裁。國務院除了進前宣布對中國官員實施簽證的限制，29個發公告會停止涉及國防科技的物資輸往香港。中國也提出反制措施。他們的圖謀必將失敗，有關議案也是廢紙一張。針對美方上述錯誤行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限制。7月初1是香港主權移交23週年，因為疫情，街路可能未出現舊年的情形。因故為了要防止抗議人士撞入去升旗典禮加酒會，前2天就已經伫咧金紫縣礦場加會展中心大會堂外口採鐵架加強維安措施。記者綜合報道。
来关心天气，今日太平洋高压有略略减弱，咱来看云图。今日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济，加上西南风的影响，伫遮方面的中南部偏乌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若过到了后，有可能有西北雨，爱细日熊熊上大雨。明仔方面晚间，加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会变搁较济，各地头落雨机会嘛会增加。而且明仔马祖到大蒙会影响能见度。温度方面，台北、新北、新竹、彰化、南投、云林、高雄、甲屏东，较晚近山区也是河谷的所在。气象局有发布柑仔式的高温警报，会出现36度到38度的高温。若伫花莲、台东、嘉南、甲宜兰是黄色的警报，有36度以上的高温。6月份台北的温度一直拢真高，昨下晡点外，台北出现38度9的高温，是6月份上界热的记录。今仔日各地头嘛是真热，毋过受西南风的影响，明仔载开始拜三拜四时有可能会落大雨。天气小忽忽，前往新北市富良海水浴场耍水，观赏沙钓的民众拢行花山假日。伫市区的台北盆地也真翕，6月份台北车站观测到37度以上的天数已经达到10天，38度以上有4天，尤其2到拜一下昼1点15分左右，飙到38.9度，已经创下台北124年有记录以来6月份上高温纪录，也创下台北史上无论月份的第2高温纪录。那38.9度也是台北6月的一个历史新高温，也是台北的一个历史第2高的一个温度，那仅次于2013年8月8号的39.3度。而且上热6月天毋若出现伫台北，气象局指出，也有嘉南、新竹、宜兰、花莲，今年6月份的平均温度拢是史上上悬，也毋过随着地面风场转为西南风，6月30即礼拜2，中南部爱咸风大雨到7月初1拜3、初2拜4，全台各地拢有局部强降雨。主要的降雨的话，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就不限于在午后，是其实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也是有降雨的一个几率。那只是说中午过后，其实各地的降雨的话范围会比较广一点，那出现瞬间的一个大雨现象也会几率是比较偏高。唯一的话就只有靠台风来才会降温，但是台风没有来的话，就是持续会这么热的天气。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台风有机会生成，应该是在7月下旬。也毋过7月初3拜5到初5拜日，太平洋高压势力会阁增强，各地游环高温烧大，民众也是爱防范着沙。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大家就开冷气。若伫这个月24，台中火力发电厂是重新碰动治护机。台中市政府3天内去稽查3摆，真正已经发台电200万。台中市的环保局表示讲，会按照法规，甲第2摆、甲第3摆的稽查结果，夹做一张罚单，要罚台电2000万。台中市长罗秀燕伊强调讲，会透过合法的行政手段来处理。若环保团体嘛出面反对台电的作为。中火重启机组毫无正当性。环保团体伫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抗议，强烈反对台电中火2号机重新的启动，同时提出第三方监督的机制。台电不能够依照就是说环保署单方面的背书来去重启这个中火的2号机，基本上它是违法的。地形上对中火重启2号机犹原是反弹强烈，国民党议员29号嘛继续第2天伫中火门口静坐抗议。再用我们的谎言来圆谎，我们不排除会有更激烈的抗争。针对台电坚持重启中火2号机，而且表态透过行政程序来反击台中市政府的罚款态度。台中市长罗秀燕态度真强硬，表示用拍好的决心，强调除了罚款嘛用司法途径来函送负责人。我们不只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中火跟台电不能因为他们是老虎，是国营事业，他们可以豁免，他们可以有特权要求台中市政府包庇。对这个问题，台电董事长上午亲身来说明，批评台中市政府否定中央主管机关决定的做法，嘛讲伊对中火重新启动的政治甲民刑事的责任，伊完全来承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单位可以自行认定上级主管机关的处分无效。如果台中市政府一定要有入人于罪，才能善罢甘休。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台电董事长表示，中火下届上届是开9部的机组，用电检风会控制伫无影响空品的范围，承诺法律所规定的成为容量1260万吨未超过。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伫北龙做总经理的时，防指控背信。台北地检署昨昏侦结，检察官认定无违法的代志。韩国瑜甲北龙的干部拢总6个人，拢是无起诉处分。那北龙的前总经理吴音玲，防指控摕北龙的钱去买酒，送互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防指控涉嫌多利甲背信。这部分检察官嘛查无犯罪，拢做伙签结掉。来看《自由时报》，中华电信甲台湾大哥大5 G 今仔日拢要起股，代表咱台湾的电信市场要正式进入后一个阶段。目前中华电信5 G 的服务伫台北捷运、高铁、基地台拢已经起好啊，会采用5 G 甲4G 的小制接。中华电信表示讲，速度一定会比4G 也更较好，也更较紧。消费者用到第100面一定有感觉。来看《中国时报》，进行3倍券嘛要起股啊，毋过配套不足，互打商是真烦恼。包括讲无开发票的打商，未来要安怎甲政府转现金？敢袂使走蓝山呢？啊，有时段若是袂晓用电子支付，要安怎？问题也是真侪。真侪乡亲对进行3倍券，也阁有真侪无了解所在，政府嘛知影，所以昨昏行政院有召开记者会，要教民众安怎领，嘛有说明讲袂使用伫什么款的范围，而且嘛有教人讲安怎注文，因为对明仔载7月初1开始就会使先注文啊，7月15会当开始用。进行3倍券7月初1开放预购白丁15正式上路，到底安怎使用？早起行政院召开记者会，教民众使用方法，拢总有4种方式，分别是纸本、行动支付、信用卡加电子票证。预定的方式跟你预定口罩的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读卡机，就是开健保快易通就可以登录了，让你输入身份证的号码、姓名、手机号码之后，选择取货的门市。即摆3倍券有纸本券预购甲数位券白丁，伫纸本券部分，1张换3张，民众会当到超商官网预购，时间只开放2阶段，分别是7月初1到7月初7，参8月初1到8月初7。预购时会当选择要伫倒一间超商，还是药妆店、超市领。领券时间是7月15，还是8月15以后。当日民众也会当伫7月15早1000块，甲相关的物件到邮局买。3倍券的防伪规格也甲支票同款，将3倍券向顶面照光检视，会当看到倒边下面甲稳状面下的数字是深色，当90度了后会变成反白数字，用手摸纸面会有扑出来感觉。最后轻轻当3倍券伫倒边顶面角的面下数字会呈现金色甲青色的变化。另外，3倍券摆渡电商适用，也毋过线顶付费，实地体验的业者会当独立适用的白名单，像2天院卖票、主题乐园、电影院等拢列入。不能用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是不能买烟呐，哈，那再过来就是税跟费，哈，买金融商品这一些都是我们不会去开放的。那当然没有体验的网购商品也是不行。另外，3倍券甲平摊造钱，王美花表示无禁止，也毋过3倍券禁止私下现金交易，一旦被抓到，而且事情明确，伊规定会当取消对领资格，也毋过对亲戚朋友之间的转让行为，法规上无法可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拖全世界，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伫6月29简报的时，伊是讲后礼拜就要派专家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源头。Knowing the source of the viru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We can fight the virus better when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virus, including how it started. And we will be sending a team next week to China to prepare for that. 谭德赛即摆是伫网络线顶做简报的时，无加讲宣布即件代志。毋过伊并无加讲研究团队的名单甲出发的日子。美国总统川普早就呼吁 WHO 爱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来源，嘛怀疑过病毒是对武汉的实验室流出来的。今仔日6月30，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中国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满半冬的日子。那谭德赛嘛警告讲，离疫情结束还阁真远，上歹的时机甲上歹的时阵其实还未到位。
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滚加，而且病例数也在冲悬。即马全世界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共管1,447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2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67万例，巴西超过135万例，俄罗斯超过64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31万例，西班牙是有29万6000例，意大利有24万例。美国疫情也是同款愈来愈严重，到6月28已经超过254万人确诊，超过12万人死亡。一寡疫情较严重的所在，即马开始翻头，限制店头甲娱乐场所做生意。副总统潘斯马去德州巡视，挂嘴暗开记者会，希望大家拢爱遵守防疫措施，尤其是少年家。副总统潘斯认为，少年人无咧要依防疫规范，是美国最近疫情搁再加悬的原因之一。伊视察疫情的重灾区德州，甲州长艾伯特做伙参加记者会的时阵，亲身挂喙暗示范互大家看，尤其是希望少年人为着分厝边的亲戚朋友，嘛会当照咧做。Wearing a mask is just a good idea. From experience, will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伫咧美国中南部的德州，洪认为讲是疫情也未稳定，就放量禁令的其中一州。That COVID-19 has taken a very swift and very dangerous turn in Texas over just the past few weeks. Daily number of cases have gone from an average of about 2,000 to more than 5,000 per day. 美国过去这4天，逐天确诊的人数拢超过4万例。西部甲南部人口较侪的州，确诊的病例直头增加。福州甲德州拢暂停第2阶段解禁的计划。福州的州长承认讲，新增加的感染人数是欠悬甲真凶。过去24点钟内，就超过9500个人确诊。当局宣布7月初4，国庆日的假期，当地海边也会关起来。也若疫情真严重的迈阿密，可能会重新实施居家防疫。另外，加州嘛因为疫情再加悬，州长纽森重新推出防疫措施。部分地区的居民互要求讲爱踮伫咧厝里。也若旧金山是暂时无要重新启动防疫措施。另外，鹿城甲其他6个郡的酒吧下令关起来。这7个郡的人口有1350万人，占规个州人口的1/3。鹿城的酒吧这个月19才批准，阁会当重新营业，等于是开店无2礼拜，就阁爱休困。美国工会专家认为讲，这几个州疫情会阁反苦，而且遮尔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伤早解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印度的疫情，印度的确定病例共要超过55万例，是全世界第4严重的国家。嘛，因为因做全面性的体检，所以去验到治疗武汉肺炎的人是愈来愈多。毋过因为当地医疗资源欠缺无够，所以无法度好好治疗，互防疫变做上界艰难的任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伫超过54万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中，首都新德里的病例就有77000多人。互新德里成为印度疫情所在的原因 ，BBC 的分析认为，确诊病人的接触史追踪不足，私立病院之间欠环向协调，甚至行政体系、官僚作风甲政党派系的竞争，拢互防疫工作无顺利。虽然有关当局决定要推出大规模的防疫行动，也毋过新德里都会区大约2900万人口。卫生单位只会当随机抽样26000人做体检，同时体检的结果的资讯无法度快速流通，隔离设施卫生条件差，致使民众想尽办法避体检，防疫效果大打折。对确诊病人的治疗也真有问题，虽然有讲是10万个病床的超大临时病院员工，也毋过第一线医疗主管甲中央卫生官员却有同款的烦恼。Proportionately, we require a lot of manpower.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a lot of institutions. Staff एक बड़ा चैलेंज है ट्रेंड 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मिलना नो एज आई सेड अगेन एल से कि दुनिया का कोई भी मेडिकल सिस्टम इतनी बड़ी महामारी से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के नहीं डिज़ाइन होता है印度的防疫问题也唔难呢，虽然近来有超过6%的经济成长率，也毋过好野善差距严重，有达到1亿7600万人，逐工所得加过新台币56块。伫公共医疗不足，民营病院过到互小市民唔敢去，像私立医疗机构的普通病房，一工就要新台币9700多，刚好病房顶级的逐工要达到28000多以上。
政府下令部分旅馆改做隔离简单的住宿，答案嘛爱3900块的身台票是一般印度上班族平均日薪的4倍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西南部甲长江流域因为落大雨造大水，四川、湖北等等拢总有26个省市拢有受影响。四川上报已经有12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各部门要加强协调，固守人民的性命甲安全。大雨正造水灾，甲河川两边的徛家冲歹去。消防人员本组归来小组顺着河川找找失踪的人。受到江淮气旋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甲长江流域这个天一直落暴雨，26个省市的农产、徛家甲桥梁拢乌有去。四川面临的灾情严重，至少有12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救援人员紧急甲居民合作，搭布棚做临时的避难所，佮协助居民安搭起的身体，佮透明送物资。是这个12点的时候吧，这暴雨那个对这是暴雨来了，涨水了，再后就是我们一起来了，那个公路上是一路全部都是人，全部都是手电筒。老百姓真侪市区甲上千台车拢泡伫水内底，其中宜昌的降雨量佮创下一天超过272毫米的历史记录。救援人员用小船甲民众救援出来，佮分发物资。就转移和疏散吧，有200人左右，然后现在还正在救援中，送物资。现在主要的目的是把那个不愿出来的，在那个高处的，把物资送到他们家里面，保证他们基本生活。各地做大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头一届作出指示，要求各地区的相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性命至上，统筹协调做好防治水灾甲风台工作。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预估，这届大雨了后，7月7日开始，四川到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会阁发生大雨，受害区域有部分拢同款，降雨量是过去的平均数值的1倍到2倍。未来10天有原爱严防做大水。记者陈世彤今日报道。体段大车拼来看，南韩职棒进前是无开放观众去看比赛，用这款方式拍球已经拍遍2个月啊！若球迷总算会当伫咧这个拜六礼拜入去球场看比赛啊！只要遵守防疫措施，若球场的门票只卖3成，而且观众嘛爱徛名留落来联络的方式。投球者大力一讲，这球是正脆正响，直接飞到看台。讲起南韩职棒嘅球迷，总有机会亲身去看比赛。南韩政府二倍讲，只要防疫做到位，就让开放入场看比赛。In accordance to Level 1 distancing in daily life, public facilities and sports stadiums with lower infection risk will reopen in phases. 南韩职棒5月开始闭门赛，本来计划伫咧6月要让观众入场看比赛，不过因为传出新的疫情临时喊停。虽然最近又搁出现一寡零散的群组感染，不过球迷要求国家疫情无失控，政府总算准有限度开放。韩国棒球委员会讲，球团已经传好防疫措施，就等最佳第10人登到球场。The KBO and all 10 teams have been preparing quarantine measures to welcome baseball fans. We will gradually open with 30% capacity. 除了限制入场的人数，保持座位的社交距离，观众入场爱挂水罨，所有门票拢伫咧线上卖，方便以后追踪。韩职希望这个拜六开放球迷入场，若疫情稳定，会甲入场人数自3成增加到4成。也希望人赶紧转来一个电影院。南韩的影城业者最近推出优惠，也推防疫措施。入场爱绑体温、挂水罨，为人的坐，行边道对空调扩散，影城内面的空调也未全部拢开。观众介意的爆米香饮料也用自动贩卖机杯，连售票也是机器人。It's more hygienic than being face to face, so guests can feel safer, and it's just a more cool and interesting place. 南韩的电影院虽然并无因为疫情关起，不过这个月票房正歹，5月全国只敢若卖出150万张票，比4月97万张较好，不过是比1月1700万张少真多。第热天有新电影要放，业者怎么是想尽办法希望人去安心，赶紧带。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等下咱过来关心涉嫌诈骗高金银行贷款472亿，老牌子的纺织业贸易进口商润银诈骗贷款案件，检调即马抓到案外案。负责人杨文虎、王英之、洪阿宝，伫咧这案共要逼空进前，有摕500万的现金去乌西。乌西调查局办这个案的调查官，台北地检署昨昏发动搜索，约谈12个人。挂水安排包外，就是收钱的台北市调查处说过的前调查官，伊伫今年正月已经退休啊。验过说红抓着讲，伊涉嫌伫咧4当前调查润银诈骗贷款案件的时，收乌西钱500万。结果这个案就冻点，无搁继续调查落去，才互杨文虎、洪阿宝有机会逃亡去美国。啊，那伫今年初，两翁某已经从天上返来台湾接受审判，才讲出这件代志。台北地检署昨昏发动搜索，约谈12个人到案，要继续侦办。2个月前，台北市的钱柜 KTV 发生火烧，受害者出面表示讲，钱柜讲要和解，也毋过态度真摇摆，嘛批评市政府拢无咧处理。昨昏受害者的自救会决定要提出团体诉讼，要求台北市政府爱赔偿。啊，那台北市政府伫昨昏嘛有针对消防局的副局长甲一个科长记告处分。恋爱生道歉，恋爱生道歉，申请团体诉讼，申请团体诉讼。4月2日，钱柜林心店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经过2个月，台北市政府到今还未对钱柜做加扣也是这款告发。受害者自救会2号开记者会，指控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无任何作为。我是第一批逃生出来的，因为到后面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逃出来。他们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钱柜可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我没有证据啊，现在都是新闻记者讲，就是说哦，他把消防设备关了，可是有没有证据？我去消防调查报告，我去消防局，我自己去了3次，我打电话讲了1个小时，侦查不公开。自救会律师指出，目前已经甲钱柜和解受害者大部分拢是轻伤的人，真正重伤也是死者家属和解的比例是较低，而且伫咧协调会顶悬，钱柜的态度真摇摆，佮呛声威胁讲，若是无和解，诉讼爱用几啊档。但是市府的律师团说，总是爱受害者接受和解，互受害者无法度接受，所以自救会正式向台北市法务局提交团体诉讼意愿书，而且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国赔。市府律师团并不是真正为他们谋取权益，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20位受害者要一起来提起这个集体诉讼。受害民众如果有意愿要走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专家来帮他们2造做一个条件上的和解。另外，台北市政府针对钱柜火灾案件处罚的名单嘛出来啊，消防局副局长毕佑明、甲火灾预防科科长因为无做好监督的责任，拢去用记一支上重的，其他消防局相关人员是记新界，东法局副局长还有建管处的承办员嘛拢互记一支新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发会昨昏公布5月份景气对策的信号，是代表景气变弱的黄蓝灯。另外，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公布6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是68.77点，比顶个月有好淡薄啊。也毋过学者提醒讲，若准欧美国家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一再增加，安尼影响咱台湾的出口，所以要拼经济，就只好靠国内的需求。国发会发布5月份景气的定号，连续3个月是代表变弱的黄蓝灯，综合判断分数18分，比4月份减1分。国发会分析，就算疫情的负面冲击一直减少，毋过景气还是出现衰退落落来的状态。我觉得领先指标有点收敛，它虽然还在下滑，可是它下滑的幅度，我觉得这个月看起来有比上个月稍微缓一点。那也有2项是表现转好。我觉得要继续的观察，至少我们看到领先指标它的跌幅没有扩大。国发会表示，政府加速推动公共建设，还有进行3倍券、安心旅游购入补助方案等等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国际机构针对全球经济贸易展望也是较悲观，台湾所面对的外在挑战也是要注意。另外，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嘛公布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总数是68.77点，比顶个月是提升3.9点。我们今年
基本上主要是看内需。那政府现在在做的就是3倍券，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会有点刺激，先把那个国内的服务业先拉上来。这波的疫情，它也让很多台商回流的速度有在增加。今年的国内投资可能还比较 OK。有些景点它会就是设计很像 villa 这样子，可能会去体验1、2次啊，但是可能就不会第3次，因为还是会腻。政府就是要跟产业界好好来思考，只靠国旅有限啦。您看这光也最多就到垦丁去而已。学者认为讲，欧美的确诊人数也是一直创新高，会去影响到台湾的出口，未来也是要靠内需来救经济。而且因的疫情若是继续恶化落去，下半年的出口甲制造业的冲击会较大，尤其是国内制造业占出口的70%，未来若是出现严重衰退，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要保一就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那最近鸡排价格是直直起，原因是因为天气真正伤热，而且有部分的所在有禽流感，影响肉片的生产。因为量较少，所以价格压悬。真侪便当店即马就讲，这阵啊卖鸡腿伤成本，根本袂好。生好的鸡腿要落鼎进前，师傅都爱先甲掠冷一下，落鼎了后，随时都爱注意油的温度，还阁爱甲翻叮当。不过讲到逐只鸡腿的成本，师傅讲真正是愈来愈悬。新鲜的那个鸡腿就是有涨价啊，那其他的你说要加上粉料的钱什么的，那个至少一只要多2块钱。甲整甲所有的鸡腿摆出来，这间主要卖鸡腿饭的店，因为伫咧东海大学附近，人客以学生甲上班的人为主。虽然鸡排的价格一直咧起，学区附近的竞争阁济，不过鸡腿饭的价格上真磅也是定伫咧80块，因为若起伤济，人客恐惊都会走了了。然后差不多70、80吧。大概80块应该还可以啊。哦，那超过这个价格会再买吗？因为现在鸡肉比较贵。哦，那应该不会了。我们这边都是学生群比较多了，如果一涨的话，我跟你讲，太多选择了。业者讲，敢若会当尽量家己吸收，因为鸡排的价格又阁创下新高。根据台中市饲鸡协会的资料，禽胸伫咧3月份1公斤差不多是40块至50块，不过6月份却起到1公斤75至80块。也若国产的鸡腿是起阁较济，为3月份1公斤60块到70块，6月份已经起到100多块啊。也若国产甲进口的价格嘛差真济。以鸡腿来讲，国产市场进货的价格为1斤72块起到89块，若换做公斤来算，就要120块。我觉得台湾大概少了将近40万只的种鸡嘛，产能就少了约略大概意思就是160万只的小鸡啦。那你每个月这样子循环下去的话，到市场端的影响就很大了。台中市饲鸡协会表示，进口的因为有冷冻过，食起来价格有差。另外，因为目前的天气较湿较热，拍种鸡的产量减少，所以鸡仔囝的量嘛相对无够。加上部分地区阁有禽流感，互国产鸡的量变甲阁较少。按算爱到秋天了后，才会豆豆仔阁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在目前咱台湾夹伫美国甲中国的中央，有学者就认为讲，咱台湾即摆防疫做甲遮尔好，世界同学佬，而且最暗外交嘛做甲真成功，所以爱趁这一摆的机会，继续拼外交，脱离美中台的恐吓，甲其他国家交朋友。咱来看今仔日台语台语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全球疫情炭烧，也毋过国际强权的竞争，并无因为疫情暂停。中美两国伫咧台湾海空的领域相拼斗。疫情过后，台美继续保持友善的关系，北京加强施压台湾的力量。台湾这侪年来拢是爱钱找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势，伫咧美国 Trump 总统的连任压力之下，现在敢若会当见高平。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知道，台湾最大的利益是同时跟两边都能够处理好关系。那比较残酷一点的话，就是台湾只能选择美国，因为大陆开的条件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美国疫情烧袂停 ，Trump 面对连任的压力，大动作来对救中国的责任。同一个时间，美国国会嘛通过真侪项友台的法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台之间应该爱赶紧签订贸易优惠的协定，上解实际。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们可以在美中之间的矛盾里头的获利。我认为我们的机会还是在于能不能
从美国手上拿到更多贸易开放的让步啊，就是譬如我们的TIFA谈判。为了我们美国人的总统选举，我们的候选人都会说有些很漂亮的词，就是我们一定会帮助台湾。我们的说法跟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台湾防疫战争拍了正水开，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大国嘛拢大动作表态支持台湾，也毋过却无提案来支持台湾参与 WHA。不过，台湾的翠暗外交得到各国关注。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南乐观察，一半冬以来，台湾伫咧国际媒体的形象为负面的麻烦制造者，转做是民主国家的防疫典范。这个肺炎的情况越来越好。那这个口罩外交不会有一样的有影响力。在政府下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可以找一个另外的方式来保护台湾的国际地位。南乐表示，台湾要掌握这波后疫情的机会，继续和国际友人往来。这是台湾在美中之外，另外找一条路，寻求国际地位提升的长期战争。记者尤金张玉随台北报道。后疫情了后，咱台湾嘛已经开放桃园机场，予国际旅客来搬飞机。昨昏阁开放外籍人士，也有香港、澳门的人士入境咱台湾。不过入境了后，拢要在家检疫14天。飞行机慢慢降落来到桃园机场，旅客挂嘴暗穿防护衫，陆陆续续为机舱来行出来。旅客中有中学生拖着行李准备来台办理毕业手续，也有翁婿看到囡仔身上阁爱着婴仔，甲家后同齐带囡仔回台读幼稚园，表示等真久总算会当来台。旅客入境通关前，爱写健康证明，工作人员也协助完成检疫作业。留学而已。对，学生毕业生，我们来拿那个毕业证书而已，不用再担心说要延迟毕业什么的。小孩上学哦，很安心啊，很安心哦，终于回来了。也有入境旅客表示，伫港版国安法草案通过后，哪侪香港人想要移民出去，大部分东京的台湾也安尼成为入境地点。也有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也是香港人选择移民地点。多一点，我旁边的那些朋友全都是台湾的，都想来台湾。不论是投资移民还是专业的。咱国边境管制渐渐解禁，继续立国开放桃园机场转机后，应用商务经贸交流甲人道因素等需求，立国阁放宽外籍香港、澳门人士入境。头一天在航班为港澳飞往台湾，有107人订飞，要准入境台湾的外籍甲港澳人士，伫航空公司报到前，爱主动出示登机时间前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英文版，并且配合入境后提出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那后疫情要拼经济，安心旅游，明仔7月7日要起行。卫生部长陈时中甲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是做伙去东北角拼观光。针对5日节连续假期各种交通问题，林佳龙是表示讲，政府一定会做检讨。甲沙雕翠暗贴落来，代表防疫的新生活。7月7日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就要启动，只是5日节的连续假期，国内旅游已经大爆发，真侪所在拢塞车，景点的乱象真多。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连假了后，各种分流建议拢会检讨。路就是这么宽，各种分流的措施，这里面基本上包括时间的分流、路线的分流、载具的分流。甚至有提出说是不是用车牌的号码去分流我们也都会纳入来进行检讨。面对国内旅游大爆发，卫福部长陈时中一方面欢喜，但是嘛真烦恼。烦恼讲人济时阵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有讲人若是真济时阵，嘛是爱挂喙暗接洗手。那我相信，在社区里面还有一个零星的感染源，应该是有的。这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事情，所以我才说我们在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要做好。但是需要不需要担心？我认为不需要。针对进前对台湾登去日本的旅学生，伫机场去互验出弱阳性，陈时中表示，相关单位已经在追查社区的感染源，希望用血清的抗体来找出感染的过程，呼吁国人免伤过烦恼，但是嘛爱甲国人的防疫措施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南投八卦山顶有一个少年农民，伊在种金龟，伊是种出亲像西瓜这尔大粒的金龟，咱做伙来看。这是南投的八卦山少年农民张如锦用3天的时间做实验，把较大粒的金龟子留落来，
经过人工的浪花改良新的品种，今年也因为有适合的气候，总算是种出像西瓜遐大条的金瓜。把大颗的花，然后跟异花授粉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会变得很大颗，然后就感觉很可爱，很像西瓜掉在田上。我们的液态肥就是使用我们练完基金的渣渣，然后下去给它施肥，所以它就会变得更大颗。因家鸡仔饲伫咧边仔骹，鸡仔毋乃当替因除虫，放落来鸡屎顺续当当做肥料，实在是天然够方便。另外，张友珍的小弟对煮食是真有兴趣，用家己种的金瓜发展各种料理。我们家是养鸡的，之后最近有鸡蛋，最近也在种南瓜，所以我们就想要把南瓜跟鸡蛋做一个结合，之后开发一些新的料理，像是最近的纯蛋饼啊、南瓜蒸蛋。窑烤面包是我的兴趣啦，就是用面包跟南瓜做一个结合，之后再用窑烤让它香气更香。张友珍表示，若是民众对在地菜色有兴趣，欢迎大家自问导览。若准拄着采收期，嘛会开放予游客家己办。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来中华河边有一个专门替人洗日本头的阿嬷，伊今年已经85岁啊，还搁在做。伊是讲伊在日本学的，即马伊的新妇甲孙新妇嘛传承伊的好手艺。甲头毛偌好整齐，然后甲扣做伙。今年85岁的游社阿七，喙笑目笑，也搁踮伫咧中华河边镇开头毛店，替人客热即种日本头。来遮，互伊识到的老主顾，拢讲伊的功夫，无人有法度甲伊会比拼。他很有名啊，每个人如果说梳头的话，一定要找他。因为怎么说也知道吗？他是和美最有名的梳头。我20岁就去日本哦，3年去。头美容的啊，人是在咱台湾头，我是去日本头美容。咱全国吼咧比赛吼，我搁去台北吼做裁判啦。游社阿七讲，伊做美容院这道替人洗头热头妆已经超过1甲子，不管是新娘头或者是日本头，等等其他的造型，伊的双手就那亲像有魔法同款，总是有法度替人增加水当当。伊的新妇甲孙新妇也拢有学到伊的功夫。日本头的话，它会特别的蓬，然后那个角度会特别的四方形，挑高的话，然后是整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开伫咧中华河边店，这间已经几60年的老店，虽然看起来真传统，不过游社阿七和伊带出来这时岁，手路也对着时代，互来遮识到的人客对阿妹啊、小姐到阿嬷，大家都拢欢喜佮满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鸟翕圆圆昨昏顺利生囝，而且这一届是透过人工的方式，互伊有新的。目前翕仔囝是用人工的方式在饲奶，那圆仔即马做阿姊啊。面对镜头的大鸟翕圆圆，明显不安，一时啊求做伙清洁散得，一时啊搁倒里涂骹。保育员赶紧饲食蜂蜜水来补充体力。5日节连假最后一天，圆圆咧甲阵痛对抗，经过将近5点钟的接驳了后，下到1点53分，囡仔总算用真响的叫声宣布来到人世间。囡仔出世了后，圆圆赶紧甲伊喂涂骹夹起来，上班不爱抱条条。毋过，就像生第一胎的时阵，甲囡仔夹伤，即个圆圆搁伫囡仔的身上留下1-2公分的空喙，加上长时间无饲奶，医方决定甲囡仔带伫妈妈的身躯边。5个多小时没有吃到初乳，那进入另外一个状况，我们必须把小宝宝取出来。有一个小 L 型的伤口，也是3更半夜就把我们的兽医主任召唤过来，立刻做好手术。为着要互囡仔啉到妈妈的奶，医方嘛费尽苦心。那这18cc 坦白讲也是得来不易，因为必须靠我们同仁像是羔羊跪乳一样的，就要跪在地上，能够匍匐前进，能够把初乳给挤出来。特别满16岁大鸟翕圆圆，2013年以人工受精的方式生下查某囝圆仔，相隔将近7年，第2度来生囝，小小嘛是人工受精，主要是团圆圆到打游玩抓袂到自然团种接待的方式。第2胎囡仔重量是186公克，大约比这圆仔出世的时阵重一寡。2只小象拢非常古锥，医方估计大约半年了后，就会当甲大家见面。记者林社基文台北报道。
南投集集的水坝起好了后，煞害落水溪的溪床一年比一年也搁较低。即马边仔的大石头拢看现现，这有嘛代表讲水坝有可能会崩去。所以地处河川局即马当地整治，未来这款有关价暗的溪流就会豆豆消息。接近暖水岸会开落水溪，因为大石头去互暖水岸砸掉咧。年9月深安尼强，伫咧河床形成当地人嘴里讲的水雕的山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个浊水溪的旁边，不曾看过，是自从集集南农院完工了以后，几年才开始有这个峡谷地形的出现。比较硬着一点的就变成一个小山的样子啊，比较软的地方它就流得比较深。接近暖水岸2003年启用了后，水尾因欠幼石站，除了水调的山谷，沿线水墙切怪特殊地形，佮加上西头墙边两座山的生态真丰富。生态相机翕到山料肉、姜仔、乌尾鸡出现，地方嘛顺势来扫一日游的行程。啊，毋过行水区的水流，但伊向福州堤防的方向来山顶荡潮1公尺左右，爆发去用乌空或者是崩起的威胁愈来愈大。因为它每一年慢慢的刮深了以后。以后如果有大洪水的话，恐怕会冲毁堤防这一类的话。针对这件代志，水利署地处河川局已经启动河川整治计划，除了针对爆发坡面改善工程，嘛用设暖沙坝的方式来减轻河床变侵。适合举除了堤防的基脚的部分的保护，还有就是在河道里面我们设一些固船工，大概希望能够它下刷的情形能够稳住。一年投入像。最近气球的投入大概就有3000多万的在治理。啊，毋过对河川整治工程、水调峡谷的景致嘛会豆豆消息。啊，毋过居民认为讲，生命财产安全更较重要，嘛会把即马即个话题创造在地生态旅游的特色，互民众愿意来德山佚佗。记者综合报道。第2文看榜，咱来看有剧团结合民谣、念歌甲戏剧，用创新的方式演出台湾历史上的大代志——白色恐怖，甲这段有过、有目屎、有痛苦的历史重新创作，嘛摕到2020年台新艺术奖的年度大奖。郭钦佩念歌，哪唱哪讲，哪讲哪唱。搁一边技术大汉剧团民碧歌的舞台顶悬，白色的布一张现过一张。这是台湾为日治到民国老血含泪所行过的痕迹。詹碧豪用台湾民间讲故事的方式念歌和歌谣来唱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你就是一句7字嘛，啊7字内底你爱去写一个情景，还是讲你爱写一个感受，其实。民碧歌运用台语、客语、华语来呈现人物，表演者詹碧豪表示，用台语来创作歌谣，对伊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就算讲阮自细汉有咧听有咧讲，嘛是离阮还阁做远，就算我有去学过3个月乐器，嘛是还阁无够。演奏乐琴念唱，甲台湾现代故事一字一句拢唱入去传统的调内底。故事发生伫全台哟，人讲白色的时代。民碧歌的巡回表演，并毋是伫咧专业的表演厅内底，因甲剧场搬到民间，观众有8成以上毋捌去过剧场看表演。直到册面顶所写的事件，都伫咧眼前来扮演。亲爱的春兰，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视，呜呼。就是对于这个历史或者是他自己不具有的记忆，会有的很多反省。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回馈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在古剧团以民碧歌得到2020年台新艺术奖无分类的年度大奖，因甲叮当的白色恐怖物件变作是声音的剧场，并且和维族民众来创造连结。记者尤怡珍台北报道。世界真心是，咱来去法国。法国真出名的葡萄酒的产区波尔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文化遗产的城市。二战德军占领的时期，伫当地有留落来一座唱水南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即马变身变做全世界上大型的数位艺术中心，美术有模的同款，水甲同人学路。伫咧波尔多加龙河边的这座大型阿门头的建筑物，1941年到1943年之间是德国的尖水镇军事基地。迄当阵动员6500位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甲意大利自愿的签约者，甚至是被强迫的劳工去的。
表面积有41000平方公尺，会当停15台大型潜水艇。2年前，文化空间这间公司将这个有4座12公尺深的水池碉堡改装做数位艺术中心。Ce lieu est magique. Ça mélange le béton, le gigantisme, l'eau, les reflets. C'était une évidence de travailler ici parce que quand on a vu le lieu, la première fois qu'on l'a visité, on a eu comme un flash, si vous voulez. On s'est dit, évidemment, il faut faire ces expositions ici. 文化空间因的数位艺术家，这是巴黎第一间数位艺术中心光之工坊梵谷艺术店幕后的工作人员。这座尖顶碉堡会当予因发挥创意的空间，是光之工坊的5倍大。也有这14500平方公尺宽的投射空间，100公尺长、22公尺宽、12公尺悬的大型水池，水面所映照出来，敢若是做梦的影像，佮搭配音乐，予人一种正特别的体验。一个叫做光之水池的数位艺术中心，今年4月正式营运。第一个展出是19世纪末知名的华丽静物创作大师古斯塔夫·克林姆。C'est un artiste qui convient bien à ce gigantisme du lieu, aussi bien dans les premières peintures qu'il a faites, qui sont finalement des grandes fresques murales. Donc ici, on a des murs, on a de l'espace. Et puis le fait que Klimt apporte une bascule, apporte une nouveauté, c'est aussi le moment de montrer que cette base sous-marine connaît une bascule, une nouveauté elle aussi. 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欧洲的武汉肺炎疫情转好，各国小连续拢要解除封锁啊。过民众也是烦恼讲，坐地将军署去围着的风险较悬，所以真侪人即马出门拢改骑脚踏车，即马互脚踏车甲电动触板车，成做后疫情时代上界热门的商品。欧洲的疫情转好，5月开始，各国慢慢解除封锁，但是也是有真侪民众唔敢坐公共交通，改用脚踏车来代步。加上政府的政策鼓励提供补贴，造成欧洲各国的脚踏车是真侪人抢要买。5月包括意大利、英国、甲法国等国的脚踏车销量拢出现倍数的增加，西班牙成长22倍遐悬。住伫咧法国巴黎的克莱尔，10年前买脚踏车一直拢无咧骑，但伫爸母住的所在，因为即马巴黎解封，大众交通工具搁再出现人潮，所以伊决定要重新开始骑脚踏车，成做以后疫情时代的代步工具。Le fait de faire du vélo, c'est bien non seulement pour le mental, parce que c'est vrai que ça permet de s'échapper, ça permet de, enfin c'est bon pour aussi le physique. Forcément, ça fait faire un peu de sport et puis. 这道新冠疫情的封城措施，嘛互空气的品质改善。欧洲真侪大城市嘛借这个机会，进一步推出绿色能源政策。法国为着要鼓励民众骑脚踏车，政府提供50欧元，等于就是1700台票的维修补助。Sortent leur vélo de la cave aussi pour les faire réparer. Donc je crois qu'il y a une grosse peur des transports. Et bien sûr, là, il y a la prime du gouvernement qui fait qu'aujourd'hui, on a reçu 200 vélos à réviser. 另外，防疫概念的代步工具嘛，口头甲电动触帮车的市场，这种微型移动甲分享移动的概念，会伫后疫情时代慢慢普及。若是这几年引起真侪讨论的空中客停车，嘛有可能因为这边的疫情搁较紧来生产。包括德国公司所推出的 eVolt， 嘛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测试。若是南韩现代公司甲 Uber 嘛加入空中客停车的市场，预计今年会开始起飞。记者综合报道。非洲的东部最近这几天几两摆落大水，雨落甲做大水。顶个月初淹水嘛造成200多人无命，其中伫乌干达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庄仔头甲池仔，拢互大水淹去。专家就讲，即马当地做大水的状况会愈来愈接、愈来愈严重，拢是气候反常的效果。雨正大，溪水规个拢涨起来满出，桥墩落海，甚至大水拢淹到乌干达这间边。乌干达边仔维多利亚湖的坎帕拉，湖边一个村规拢做大水，本来菜市啊规拢无去。Amazzi gaali gakomye eno manju eno ffe twatandika laba mpola mpola ne tutandika oteekawo zino embaawo entindo zino ze tuliko so gano goolaba gonna ge mabaala g'abantu ge bamanye n'eri sayidi z'eri gonna mabaala g'abantu。顶个月初，非洲的东部只落大雨做大水，造成260人死亡。当地伫去年12月也做大水，同款是损失惨重，300万人无家可归。乌干达官员解释讲，这是因为伫咧印度洋的五级现象，造成印度洋西边的海水温度上升，带来大量雨水。What the scientists have told us that 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East African sub-region
is going to experience a very, very devastating phenomena of the Indian Dipole, where the currents that are carrying a lot of moisture. 有专家警告，乌干达河边这个菜市啊，规拢被大水淹去，是气候变迁的一个警讯。Nature is gradually reclaiming its space, and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wake up and start to realize that in our entire planning, when cities are planning, when countries are planning, let's plan with nature in mind. 专家认为，大自然反扑拍回来力量甲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是正比。非洲东部一直遭受大雨的摧残，除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也增加传染病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水气较高，加上西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中南部甲偏湖有雷阵雨。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同款是真烧热，唔通去拍到爱加啉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加27度，上悬37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条。亏第1条，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常常咧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佫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大家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有人讲，我君离开
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迄种苦楚甲心酸。人讲好花难得成双对，身边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有人做伴，毋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留吃亏、怨气、切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气来的时，爱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